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3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3篇第1到第8节，但以理书第3章第19到30节，启示录第2章第8到第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冠冕。当我们在阅读但以理书的记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和他的3个朋友的遭遇，我们总是觉得他们的故事呢，非常的惊奇，也不可思议。但在这样的精彩而不可思议的故事当中，它的背景却是因为在政治上的被爱。我们看到一个被灭绝的国家，一座被毁的圣城，一群被掳的人民，一种身不由己的被统治。但以理以及3个朋友被判死刑，就如同以斯帖记当中末底改以及犹太人，他们预备被灭族一样，任人宰割，毫无抵抗之力，并且这个死刑的罪名是莫名其妙、莫须有的。但是在那一种帝皇时期集权的背景的时代，这样的一个理由却是常常拿来作为政治迫害的最经典的借口。今天的经文但以理书第3章12到25节，记载了这个但以理的3位朋友，被掳的犹太年轻人们，他们只不过是要表达或是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他们没有向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跪拜，就被判了火刑。他们因为坚定的信仰态度，虽然他们没有抵抗之力而任人宰割，但是他们所信仰的、敬拜的、所全心依靠的上帝，却是与他们同在的。尼布甲尼撒王在监督这个行刑的时候，看见有4个人隐在火坑当中，他就问：为什么我看见4个人在火中走来走去，他们都没有被绑住，也没有一点烧灼的样子，而那第4个人看来好像是神。被掳的人在统治者面前随时可弃的，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却是宝贵的。尼布甲尼撒王将这3个人下在这个火窟里面，准备给他们烧死，但是他们却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而毫发无伤。这样的宝贵让尼布甲尼撒王看见了，也改变了他的想法以及他的决定。当尼布甲尼撒王看见这3个人毫发无伤之后，尼布甲尼撒王就这样的宣告：愿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的上帝得到称颂。他差派天使来解救信靠他的仆人，他们宁愿冒生命的危险违抗我的命令，也不肯俯伏拜任何神明。他们专一敬拜他们的上帝，
现在我下令，无论哪一国、哪一族，或是哪一种语言的人，凡毁谤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的上帝的，都要斩断四肢，他的家要成为废墟，因为没有其他神明能够像这样施行拯救。他们3个人专一的敬拜上帝，也得到了王的认证。得到上帝保守后，又得到王的喜爱。他们马上从社会的最低层的奴隶身份呢，变成了王面前受宠爱最尊贵的对象。因为王明白，没有任何一位神明可以像上帝一样保守人们，施行他的拯救。上帝所行的神迹，就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政令当中，也留下了历史的记录。上帝确实的存在，并且呢，不限定只有在犹太地。这些忠心而不怕死的上帝仆人，他们得到了上帝的保守，并且他们透过王的见证，也得到了冠冕。这个是生命的冠冕。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告诉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说，那位开始和终结、死而复活的，这样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，但实际上你是富足的。我知道你受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所毁谤，其实他们并不是犹太人，而是撒旦的党羽。不要怕你将要遇到的苦难，看啊，魔鬼要考验你们，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投进监狱，你们要受10天的苦难。你要忠心至死，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华冠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朵的都听吧。那得胜的人绝不会受第2次的死亡的灾难。圣经有多处的经文记载，都如同像但以理以及他的朋友雷同的故事一样。在遭遇苦难的时候，他们倚靠上帝，然后得胜。不但能够得胜，也能够因为上帝的恩典而得到生命的冠冕。今天的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翻为华冠，在和合本的翻译称为冠冕。事实上，在英文的翻译里面看不到这个冠 crown 这个字，因为希腊文的圣经原文是得胜 overcome 的意思。得胜翻译成华冠，可能是因为希腊文化当中人们呢，献给诗人、献给英雄的荣誉是用那个桂冠，所以也这样的一个文化作为，也成为早期奥运得胜者的所戴的那个华冠。重点不是在那个冠，或是那个是什么东西做的，而是在表达，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，应当要坚持自己的信仰，全心的倚靠上帝，不必怕死，因为上帝的保守能够让我们胜过试炼，我们就可以得到那得胜生命的冠冕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他说，为要得到那上帝在
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所赏赐的奖赏。诗篇第63篇第1到第8节：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热切的寻求你，像一块干旱焦渴无水的田地。我渴望你，我渴慕你。求你让我在圣所朝见你，让我看见你大能和你的荣耀。你永恒的爱比生命宝贵，因此我要颂赞你。我一生一世要感谢你，我要举起双手向你祷告。我的灵要饱享盛宴，我要向你歌唱欢乐的赞美诗。我躺在床上的时候纪念你，我整夜默想你，因为你时时帮助我。我在你的翅膀的庇护下欢乐歌唱，我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恳求上帝让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能够坚定地相信，全心的依靠，全然的交托，让我们能够依靠上帝的全能来胜过我们的困境跟试炼，能够得胜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